OK，因為我覺得上一段咧就啱啱幾秒前出嗰段，可能吸引到唔少人，真係好少人。我嘅意思係唔多人，講錯咗。咁所以都係澳門旅行，咁所以網絡咧有機會都係慢，但我覺得仲快喎比平時。咁今次你哋其實係比較想玩呢邊？飛行大師，台一欄 Commander 升咗資深機長。定係繼續玩返見咗一次過山車？定同我好友玩《森林中的99個夜晚》？即繼續撞擊或講話，被遺棄。飛行世界，我覺得好難控制嘅飛行世界。打屁股塔4啦就。OK， 咁我哋今日玩嘅就係打屁股塔4啦，大家見證住我撳入嚟嘅。OK， 加入群組獎勵，黃色打擊，我最中意顏色，第二中意係藍色，係淺藍色。What the heck？ 揾你咩？揾你啊！咁好啦，佢提醒咗我，差啲唔記得咗。我哋嗰句，第一次我哋先唔用捷徑，多謝你提醒咗我。但係你都唔需要用打人呢個方法嚟提醒我嘅，你就咁喺文字聊天度提醒我得噶啦，唔需要直接打我噶，我會檢舉處理，因為你提醒過度。以防有人喺前面整過，真係我見到啦，但係有時會咁，所以我都係跳住過好，因為咁樣可以節省啲位置，等我可以逗留一陣。即使人哋前面揩走咗一啲，加到會跌落去嘅話，呢個喺人哋 channel 度學到一啲技巧。不過呢啲太大格就冇辦法，最多行最多都係行呢啲細細粒嘅呢啲。冇糖啊！咁我哋繼續啦。上嚟，哇！我控制好一個角度 ，OK。呢個會消失。Pro Gamer。Pro Gamer。唔係喎 ，Pro 同 Gamer 中間應該隔一格嘅喎。漏咗有佢，我唔想嘥時間喺度。呢個會唔會先？唔會。我諗住學人哋咁樣嘅技巧，點知失敗啦 ！Oh my god！ 心急得滯啦，心急如焚。多手啊！我唔希望我又係講呢幾句，又係俾人檢舉，又有俾人停權幾日。OK， 最後我覺得
呢場睇應該冇可能成功。咁記唔記得我上一集講過話應該24小時內就可以完成開啟到我個賬號嘅直播㗎啦。咁所以我趁最後整蠱下人員。Oh my god！ 咁呢座塔如果有機會嘅話，我之後直播再繼續。我記得呢個話好似有彩蛋。果然係，我記得呢度係有透明之極，睇透明嘅呢個極大，有呢個黃色，呢個白色。最後嚟整一整蠱下，就完啦。因為我覺得呢座塔要排完嘅話，我可能要分幾集。呢個女培根頭，你以為你可以整蠱到我咩？我睇下識唔識用呢個窩殼。唔識啊！Oh my gosh！我試下嚟呢個華麗技巧 ，spin， 呢個好似好高技巧嘅 Roblox 玩家自做到，做到。我挑戰零扣血，補完血未啊 ？Yes， 成功。Spin。Oh my god！ 咦？佢開咗掛機嘅化，你可以穿牆嘅。但佢買咗啲咩穿牆通行證？定係有人 admin 俾咗佢啊？有人管理員俾咗佢啊？OK， 我哋挑戰零扣血，補血。我見到有扣血。唔係做唔到，係要變應能力好。嗰個人整蠱，要變應能力好快。有森林中的99個夜晚嗰個咩？我唔知嗰個叫咩。好少玩森林中的99個夜晚。Spin， 我自己害咗自己。唔緊要，我哋試最後一次就完啦，真係完。你哋見個時間應該都差唔多，應該9分零鐘喎，應該成10分鐘喎，因為呢個熒幕錄影可以見到。哎呀，呢個人想害我啊！
哎呦！想害我快！哎呀，呢個培根頭。OK， 我見到佢咩名？見到佢咩名啊？係要檢舉使用者啦。點講好呢？用擊打器打我下去。Oh my gosh！ 唔係擊打殼，係擊打器。咁至係㗎嘛。我試下零口訣嘅。哎，成功！繼續落去啦啦啦啦啦 ！Spring spring， 啲人係咩意思啊？我會檢舉你的。其實我只係嚇下佢。OK， 咁今日嘅影片呢，我都覺得應該差唔多時間。咁今日嘅影片就到呢度，大概表演咗嗰個好轉嚟轉去嗰個啦。咁今日嘅影片就到呢度，拜拜。咁記得訂閱同喜歡，拜拜。我係有培恩，拜拜。完嗱，咁我唔希望呢個咁好嘅位有人打落去。